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29，箴言14章26節安尼講：敬畏耶和華有堅固的倚靠，伊的囝兒有躲閃的所在。三甲來祈禱，互阮有堅固的倚靠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聖潔甲公義的上帝，你也是慈愛甲憐憫的天父。你是阮的關懷甲保護，你是石盤甲倚靠。主啊，佇阮的四圍充滿了危險艱難，死亡的大影圍困阮，毀滅的大水互阮驚。主啊，阮佇苦難中求救你，你要聽阮懇求的聲。主啊，你對殿內聽阮的聲。主啊，阮佇患難的中間，求你帶阮佇開闊平安的所在。主啊，求你伸聖手扶持幫助阮，因為阮遵守你的道。主啊，敬畏你的要有堅固的倚靠，因要有躲閃的所在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